经过进前开辟风台算长，宜兰的海岸是有真侪水流茶，安怎清拢清袂了。敢若像因为天气打扫会家己烧起来，就爱靠消防员出动来拍火。有民众认为，这海岸的水流茶是应该清好，搁较清气，才会当避免火灾，卖当互游客有安全的环境。海沙堡的水流茶熊熊导火，台北港风管处巡逻的人员看到这个情形，随通报消防人员去抓水拍火，避免火势扩大。消防员有水线转水控制火势，嘛甲导火所在附近的茶拢转好淡，避免搁倒起来。台北港风管处的人员推测，火灾发生的原因，那像是因为天气太过打扫所致。有出来有巡，有时候会看到，上次也看到一次，也是在这个地带。然后就是木材太干了。对。根据宜兰县消防局的统计，开辟风台了后，海基啊水流茶导火情形到达已经发生3届。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这水流茶应该赶紧清掉，才会当避免发生火灾，嘛会当依护游客的安全。当然清干净一点会比较好。我觉得应该要清干净一点。为什么？因为毕竟来那个海边玩，因为漂流木里面会杂夹那蛮多的那个垃圾，对啊，会比较希望说，如果说他把它清掉的话，海边会比较漂亮一点。宜兰县沿海水流茶经过向海地境平台协助，大部分已经清掉，嘛伫16公告开放给民众来捡，不过村内无人要爱水流茶所真做问题。那也呼吁说，在这个杂质的部分大家也不要随意这个燃烧或者是乱丢烟蒂那造成如果不必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燃烧的部分造成环境的污染。官府表示，会持续透过向海地境平台来清理这海沙堡的水流茶，嘛呼吁民众分头唔好乱弹，或者是烧物件，降低火灾甲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